謝遵禮節園文化中心公告：2026丙午12生肖第6個生肖蛇。蛇啱啱經歷咗值太歲，今年呢一般都唔會太順暢噶啦。吉星就好似上面嘅龍一樣，淨係得一粒，可以話係同病相憐，難兄難弟啦。呢粒吉星就係6分啦，係主升職加薪嘅，但係總要你嗰份工有升職加薪嘅機會先有用噶。不過空星嚟講呢，就比龍差咗少少，冇血光呢一項咯。不過都唔能夠輕視嘅，禍害多多嘅病符，損精神嘅亡神，運滯嘅恩星的煞，同埋半吉凶嘅蜜月。事業唯一嘅吉星6分，有利升職加薪。咁蛇人就可以利用佢盡量爭取。佢連好多嘢都唔適合做，今年正好就參加啦。咩考績啊、見波啊、進修啊、實習啊，全部都可以遞紙申請下。如果係做老闆嘅、自僱人士或者炒散嘅，都用唔到呢啲好處咯。病符喺事業上嘅影響就係辦事唔順利咯。而亡神令到蛇人精神恍惚，所以需要集中精神嘅工作，例如巴士司機啊、醫生、護士呢啲關係到大眾安全嘅職業者，尤其要留意。蜜月在位，容易出現變動。如果蛇人係適應力強嘅，反而有利，否則就越動越麻煩啦。財運，事業關係到財運，能得升職加薪，財運先會好，否則就要量入為出啦。病符係會破財嘅，呢個破財影響肖蛇男更加大，會容易失財啦，或者投資失利，俾人呃或者俾人偷啦。亡神令到蛇人今年容易財來財去，得到嘅錢都係虛嘅，袋唔穩噶。加上神經衰弱，或者自己留低或者丟失咗啦。的煞呢就主運滯，容易遇到盜賊噶。此外咩身體不佳啊、犯官司啊，因為各種事情變動而花錢都唔少，留翻啲錢使啦。愛情，病符會帶嚟是非，而肖蛇女就會有虛驚，自然容易疑神疑鬼，影響同丈夫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噶。的煞令到蛇人心情低落，多愁善感，容易哭泣。呢種負能量呢都唔得人中意嘅，而自己多加調劑啦。蜜月帶嚟變動，蛇人或者會有機會外出求學嘅，短嘅遊學啦，長嘅就留學，工作都係咁樣，總係令到同伴侶聚少離多嘅。冇伴侶嘅蛇人就落得清閒啦。如果想結識伴侶嘅，今年都可以試下嘅。不過提醒蛇人呢，最好多留心家人啦。健康，健康係蛇人最要注意嘅。病符、命符其實咪就係主疾病、虛驚或者健康唔好咯。蜜月令到外出頻繁，容易出現交通意外，同病符加起嚟都係會壓運嘅，所以不宜出入某啲特別嘅場所。即係如果禮節許可嘅話，俾禮就得啦，不宜探病問喪。亡神令到蛇人精神唔好，輕嘅就睡眠質素差啦，重則就精神不集中，影響工作或者學習。而的煞係粒恩星，令到家人不安同埋帶嚟情緒病，
以上種種，蛇人應該多約朋友親友相聚，或者多啲做運動，既唔使錢，又可以強健身心。遵例小貼士：肖蛇者今年受到病符嘅影響，易生疾病，不妨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西北方放一個金屬圓鐘，有助化病痛。